那白合进入到正当协商，不过目前是还未有结论。有风声讲校友期甲拜五列做是最后的期限。校友期今强调，这火车过站无要等人的。那郭文哲是表示讲，无讲一定爱全面调，要爱的是公平的规则。而且有讲到今仔日含郭台铭做伙食斗。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到新竹苗栗拼选情，针对着南北合也批评讲这是密室政治，民众要看的是国政难图，唔是政治企图。台北市福路市社经活动，国民党校友谊、民众党郭文哲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三人同齐互假。不过南北进入正当协商，总统候选人朝向无进展。团组校友谊讲，拜五就是谈判最后期限。火车过站都无等啦，时间嘛无等啦，所以大家要快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。我并没有说一定要全民调，我只是说你总要有一个公开公平的一个规则嘛，不可能100%完全得走，这第一点。为什么完全一样？那干脆就变成同一个党就好。但是也不应该用某一个去绑架所有其他的。后挂过工厂，座位换几落届，连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要朝过后一做伙，不过互郭文哲拒绝。挂过中昼，搁同齐午餐会，郭文哲是讲两个人伫讲一票变步的财经发展，都是唔讲敢有去讲到过瓜配。各讲人甲人交往，莫一直讲即位交换。将来执政者、执政党、执政政权的人，能够把和平当作一个首要之务。郭台铭已经送交联署书到省议会，公布拢总1036778份联署书，暗过检调持续查联署误写。婚姻地检署查到未了浪费干部以一张联署书换一箱卫生纸，初二向法院申请羁押干部3人。民进党赖清德到新竹苗栗参拜公庙拍6阵，抢公客家票，高上尊南北合的协商，讲因是秘密伫敲即位。每逢任何一次的大选，国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国政蓝图，而不是政党的企图啦。柯文哲主席前天才说过，他反对密室政治，结果言犹在耳，他便释唤起密室政治了。对郭文哲批评政府用1度9块买供电，才造成缺失。赖清德颠倒批评郭文哲用旧的资料攻击即卖政府，抓着风向，呼吁郭文哲唔通看到乌影就开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